亲啊，这是指挥中心上新的统计，包括今仔日在内，目前儿童重症有14例，也有4个人死亡，6例有脑炎，其中一个10岁小男童无注意放射，讲发烧、骹手四肢会抖，甚至出现着幻想，讲伊看到妖怪。这个脑是整甲真厉害，抢救5天就过往了。另外，还有一个囡仔才3岁外，嘛是骹手四肢会抖，意识无清楚。最后嘛是救无转来，医师来提醒，儿童脑炎症状就亲像拄则所讲的安尼，骹手会抖，囡仔会起爱困，意识会无清楚，家长就要多多注意。过来疫情继续咧传，指挥中心统计，即马有14个囡仔着重症，有6例出现脑炎，其中一个台南10岁查甫囡仔，因为同学阿兄和爸母小雪确诊，13号感觉头较晕、吐佮发烧，隔两天骹手开始丢咧，目睭变白人。各甲处理的人讲，看到变数妖怪电话咧害，妈妈发现无对档，紧改做快胎是阳性，嘛紧改送病院抢救，毋过抢救5天嘛是过身。来电脑断层脑就有水肿的问题，所以判断就是一个严重性的脑炎。另外一个伫咧台北3总看诊4岁查某囡仔，因为处理的人确诊，快胎嘛是阳性，出现发烧、流鼻水、喘气无正常，佮会救紧。翁仔头变大，头壳无清楚，试真侪种方法解救，嘛是无防救回来。有一个急性的一个脑肿胀，它有多重器官的一个衰竭，包含肝衰竭。那靠中间3岁外确诊囡仔，冇共款的情形，发烧去医生看，头壳无清楚，骹手迈准，病甲真食力。医师讲，就亲像是急性脑炎的个案，尾嘛是过身。最近囡仔着重症，并发脑炎的人数变多，出现什么镜头，爸母应该拢要加注意。这个脑炎的话，在临床的表现上的话，它的病程有时候会非常快速。如果像指挥中心提出的所谓烧41度的话，那就是一个很大一个警讯。指挥中心嘛有讲到，儿童脑炎的镜头，亲像是行路行袂知、发烧、头壳痛、骨吐，提醒家长拢要加注意。若是有看到这镜头，就要随紧赶送去病院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